把东西收拾一下。包里面了。对不起，换头女，假的要死。走了走了。看见没？那个就是韩雨熙。哎，据说胸还是真的。确实性感啊。不知道其他方面怎么样？有哪方面啊？啊！大家早上好。雨熙来了，换上吧，马上开工了。导演，非常好。导演，这身衣服我觉得不太合适。什么？你觉得？韩小姐，我们都觉得特别合适。我们这不是手机广告吗？代言科技产品，是不是重点应该放在产品上？穿成这样，那要不然你来做导演？我叫你换身衣服，你就不想拍了？上了几次热搜，还真把自己当明星了，耍什么大牌的？当艺人还装什么害羞啊？导演，不是老的人看着你整什么容？把自己整得像孔雀，但也还是鸟，不是吗？是鸟就要给人观赏啊！雨熙，我今天就教教你，一个女人出现在镜头里就是为了给人看的，你到底还要耽误大家多少时间？不想拍，现在就给我滚！对不起，我拍。没事的，这些只是暂时的，或许只要我坚持下去，等哪天足够强大了，我就……我把你编造的越肮脏，喜欢看的人就越是多，有谁会在乎真相呢？啊！我会让你重新回到地狱。